南摩。第三是多劫羌佛说。是法则言30。九执之争，是为双错。缘何也？互见其过兮，互是自忧兮。久之物众，则弗见其对恼耳，由是无争于执也。双方长时间互相执着的一种争斗，相互说长道短的一种争执，实际上是大家都有错，而不是某一方面的错误。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大家互相之间都只看到自身的优点，总觉得自己有理，而没有注意各自的缺点、各自的不足、各自的错误。你说我的过错，我说你的过错，双方争执不下。其实相互不让、争强斗胜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私心杂念的表现，而时间越久，错误就越重。这时候，如果我们反过来想一想，你在指责对方时，他痛不痛苦，烦不烦恼？我们在说他的时候，对方一定会很烦恼、很痛苦的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把私心杂念去掉了，就不会去一昧的责怪对方的不是了，而多做自我批评，这样自然就没有争论可存了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哦。